对，他我那些边人呢，我说他就是甚至忙不要的，甚至忙不要的，甚至就是说人家都说的，多来头呢，能都着啊。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说呢，有情众生事实上有很多种不同的形态的。那么呢，总归来讲呢，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为六类，就是所谓的六道的众生。但多来头个难了呢，没谁啊，脱离个，是他多来头考虑个难了呢，多来头的电动脱离没，多的대화 야시 되라，야가 되라。那么在这个六种不同的这个众生，我们讲六道众生当中呢，事实上投生为人呢，人道的众生可以算是最好的，就是说六道当中的善趣，就是好的这样的一个出生。대래장 등산가 줬더니 야제지더라. 밤절 여버더라. 지보 여버 차진 년고 참아. 릉진이 릉 땅 안다고 얘는 야간이 되는 용로. 타이장주 8월서 사다는 용. 남들은 포는 배 답대고 차라. 얘는 양 다동가 줬을 깔래 드리시오. 特别是呢，我们现在出生在现代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时候，那么外在的这些个生活环境。这些个物资设备什么的，事实上的都是比以前来讲都是太好了，还要丰富这样。甚至呢，你在世界各地呢，要就是说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之间的那个交通的运输等等呢，都是非常便利的。但是纵使是这个样子，我们呢在现在这样的一个这么现代化的这个环境当中呢，事实上呢，我们的身心呢。还是不断的在遭受各种的痛苦。我就是对呗，跟那当我就打痛对吧？这痛我嘞，痛就是个高累的，压节的，半截没白开，没跟着我的，说了的动下的，我做的打忙不切个了，他可做。打忙打忙不？但那我做的动下教用的，可做的你学打吧，打不了的，发给了，但那忙不白，忙不要的，但有些忙过不了的，我做也不了，真的有的。có chỗ ngay rồi yên bật tận ta nhớ vào ta giờ đang ở chỗ nhà thông hồ mà đó thông được tận rồi ta thế cái này cái nhà chế ta cha chi mấy cái mấy cái đó thế số tham chế là đã ngã chỗ lệ ta mà bự cái đồng hà cả lệ chế cái đấy那所以呢，虽然说我们自己身为一个人，那我们自己本身呢，遭受着一些个痛苦，但是呢，如果在比起其他的，比如说畜生道当中的那些个畜生，或者呢。同样是人，但是呢，他可能出生就是没有什么样的福报，可能投身在一种贫穷的、很困苦的这种情境下的那些个所谓的人而言呢，那我们的苦其实只是很少。对其他的众生来讲，他们的痛苦可能是我们的几十倍的那种痛苦。这个一旦到那的呢。그러나 때네 뉴몬고 고네 레사 레가원 건 코와래 제용한 데소건 코와가 내단 코랑 다 용조 동아리라고 그래. 所以总之呢，第二点在讲的就是说，由这种烦恼，那么造作各种的业，由这些业呢，就形成整个这些轮回的世间的这些现象。那么所有这个轮回的这些现象呢？它都是痛苦的。那说罢了，他也个人。OK， 说罢了。那接着在第三个要点是，但我就怕他的，我不有得完着，对吧？我不有得完着，我的生活经济点呢，的，能就近多一呢的，但我就怕是这个大问那个是宽到啥。怕大错了大，给这些有挪到考些也不来。就是说呢，一般来讲，我们的观念呢，我们认为说，我们眼前所看的，无论我们所看到的，或者我们所经验的，所有这些事物呢，好像都是有的，是很真实的。我跟谁讲话我想一些，我做一些什么事，所有这些呢，好像都是真实，是实有的，对我们自己的感受而言。也那样的呢，我呢大概些是不也那是。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好好的去分析观察的话，但呢，我不越把些早晚的东西你个嘛的。就说，当我们这样子真正的深入的去分析的时候，观察的时候，
甚至你找不到有一个所谓的真正的那个实体的事物，你找不到的。本来俺就如果了上了当哪些，举例来讲，譬如说，我们就以我们自己的身体来做思维。刚把，拉把，我是呢，怎么结果呢？对吧？如果呢，我们身体这样子把它稍微分一下，这个是手，这个是脚，这是个头，就像区分成各个不同的部分。但是在怎么个冲这当他们都听冲的巧个的，这样怎么结果呢？东把了严重个的。就是说，当你这样就是说更细的去分析、去拆解的话，到后面呢，你会发现，哎，这只有构成这个实体事物的那个很小的那个单位，那个单位呢，继续再去细分拆解的话，事实上呢，到后面呢，整个是没有的，是空的状态。大家俺做的冲的，俺去杀过了多，咱不能，但是俺做冲的是，那样真是呢，怎么结果社会呢？他们哪块东把哪些没法子抢着的。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只是一个很小的生命。也许我们认为呢，外在这个世界呢，它是很大的、很巨大的，它是很真实的。但是同样的，你以同样的方式呢，去思维、去拆解所有的这些细的拆解，到后来它一样是一种空的状态。俺就怕大小的你看不个讲的说的你差不越把被长到靠我喜欢的话就像呢，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个屋子里面，我们说哦，这是一面墙，这个墙呢是很坚固的，我们很难能够去穿越它这样。얘네양 코랑 은행 늦고 주지그 늦춘 총하시 오라. 된 늦어서 바탕선에 대들 타는 토양 말이지 봐서. 头也有。 토 언더신 체요 말. 但是事实上呢，就这个墙而言呢，它一样，它是有很多的维系的这些个我们讲那个单位，在佛法里面叫做那个围城。那么这些个围城呢，它这样子聚集在一起，但甚至呢，围城跟围城之间呢，它是彼此之间并没有碰触的。他们的所样怕差的当玩意呢，这到呢没有的。到最后呢，当这些个围城呢整个分解的时候、离散的时候呢，那么它也是整个刹那之间就坏损了，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我这里是怕啥大的，包括的说呢，养包的差不白，痛呢白你去也不运动可很多啊。那譬如说呢，以我们自己的身体来讲，看一看我们自己的身体，有时候觉得，哎，我这个皮肤还蛮细嫩的，或者觉得这个皮肤蛮粗糙的，颜色蛮漂亮的，等等的。也许呢，你会对这个自己的身体的皮肤呢，会有一些个不同的想法。但呢，传统切些，差不多是从这个切，切当然有啊。这教员呢，包括都是东部嘛的，他们同样要嘛的时候。东部 OK。哦。但是呢，当我们用显微镜去观察我们的皮肤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这个就是说在显微镜的观察之下呢，事实上呢，它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很具体的东西，它本身之间呢，事实上是就是说细部的那些，它是有彼此之间有距离的这样。对对，但多呢我不看这些的，我这个，没得说的大瓜，你说没把药的，是吧？或你写的大家药的是写进的那个看个的，写那个了，反正按照我现在我写没是写呢，看个这当写就个了。动物都他们学着了的，我家对这个么的，对南京写个，大瓜药的是呢，写给你药的是去了现在药是的，因为动物了。다 추는 저 시야매 봐. 그런 우보 여바 해게 다 nem바 와 우보 여바 해. 또야 수직에 다 받은 이유 말이지. 다동의 이유 말이지. 现在总之呢，那第三点在讲的就是说，虽然呢外在的这些个事物、这些现象，在我们的观点来讲，我们认为哎这些是有的，好像是真实的，但是呢事实上没有一样呢，它是真正的有的。所有一切呢，你真正的细部去分析观察的时候呢，所有这些呢，它都是空的状态。对，다들 내가 없어서 딱 가서 나야 돼. 제 망보 촌념도 좀 용로. 망보. 망보 촌념 냠도 좀 돼.
白那做有啊，说巴拉不是做，有啊，但是什么的哇，忙不中都要碰碰都做呀，有不冲冲修的，对那个忙不从中的，但你看吧，当啊怎么当，他妈越办着我些去，说下个的哇，嘛到动物都我说。他妈东尼嘛到吧，东巴嘛到吧，个电巴哇是要嘛的送的意思。他送吧对了，去他们些东西打没不是。因此呢，可以讲呢，所有一切的这个事物，无论是有情众生的这个生命，或者是外在的这些器世间的这些，所有一切呢，事实上它都是一种聚集，好像看起来呢，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很真实的实体，但事实上呢，它真正而言呢，它没有任何的那种实质的，所以呢，他讲呢，所有一切法它是空无我的，这是呢佛法里面第三个那个要点。举例来讲呢，就好像一个面包，这个面包呢，它是由这个面粉，最后呢面粉呢经过了那种加工之后呢，然后它产生了好像聚集在一起呢，形成这样一个面包的一个样子。但是呢，你真正的去思维观察的时候呢，那么这些个成分呢，事实上你把它拆解开来了，没有一个实体的面包在那个地方，所以一切法它是空无我的这个状态。